萨拉高阿布隆吉嘎造江卡古，每天来点阿美族语。乌萨卡的嘎盖啊，尼罗古法达安，阿杜达法隆努邦扎，阿曼哈扎古菲纳兰，马里这个哈扎古嘎萨斯拉古嘎么根杜努努马阿尼罗，那努伊多阿斯。Tangasa anini ku irisin sa ay ka sawah numita nauhan usaka likut usaka urip nupangsa ku irisin taha na raut aka apa sawah 就是法达岸和达法隆是阿美族最大的部落。而且人数很多，年龄阶级，每个部落都很团结，是其他部落所羡慕的。那丰年祭从古至今呢，我们从未放弃，也从未间断过。那因为伊犁信丰年祭是阿美族团结和有序发展的目标是一个方向，还有就是我们的依规，然后阿卡比萨瓦人，就是说不要放弃。来，阿萨多苏阿努。